第6课，耶稣伫圣殿，约瑟、玛利亚甲耶稣去拿撒勒，因住伫拿撒勒。耶稣甲伊老母玛利亚甲约瑟住伫拿撒勒。耶稣12岁时，约瑟讲：耶稣着甲阮去耶路撒冷。查甫囡仔12岁时就去耶路撒冷。耶稣是12岁。逐个查甫囡仔伫12岁的时爱去耶路撒冷，咱就去赴耶路撒冷的祭。玛利亚讲：逐个12岁的查甫囡仔爱去耶路撒冷，咱生理时就去。约瑟讲：有大祭时，咱就去赴。约瑟、玛利亚甲耶稣去耶路撒冷，因去赴大祭。真侪人去赴大祭。逐个人爱去圣殿赴祭。耶稣入圣殿，伫圣殿有博士。耶稣伫圣殿，伊甲博士讲话。耶稣问因真侪问题。逐个人讲，耶稣是12岁，总是伊真老。伊问真老的问题，你是真老的囡仔。因真奇怪，逐个人真奇怪，因拢讲真奇怪。这个囡仔真老，伊问真老的问题，伊真高兴。玛利亚甲约瑟要转去拿撒勒，因在行路的时，因毋知耶稣伫倒位，因毋知耶稣伫圣殿，因伫路中找无耶稣，因真奇怪。因讲耶稣伫倒位，因找无耶稣，因真奇怪。因转去耶路撒冷找耶稣，总是毋知伊伫倒位。因问真侪人，耶稣伫倒位。一个人讲，耶稣伫圣殿。伊因博士的问题，因问因真老的问题。恁的跳真老也真好。玛利亚甲约瑟伫圣殿找到耶稣，伊甲博士伫车，伊应因的问题。伊问因真侪真老的问题。玛利亚真奇怪，伊讲：我的囝，你毋知阮有转去，你伫圣殿做甚物？你为甚物无甲阮转去？耶稣因讲：恁为甚物惊？恁为甚物奇怪？恁为甚物毋知我着住伫我的爸的厝？这是我的爸的厝，总是我通甲恁转去。耶稣、玛利亚甲约瑟转去拿撒勒。玛利亚甲约瑟讲：上帝是耶稣的天父，耶稣伫伊的天父的厝，圣殿是伊的天父的厝。耶稣甲博士讲上帝的话，耶稣是上帝的囝，上帝是伊的天父，上帝互耶稣真老，咱的囡仔是上帝的囝。看路加第2章第39节到第52节。